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伟老师。今天教大家用客家话问路哦。请问路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标吗？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请问路红就是路上，有就是有没有的有，乜嘅就是什么。请问路红有乜嘅？请问路上有什么？鐵撇嘅，鐵撇就是特别，鐵撇嘅鐵票嘛，鐵票就是地标，明显的建筑物哦。路上有什么明显的建筑物呢？你会看到警察局、派出所，路上你会看到派出所。对，就是派出所。看到就是看到，看就是看的意思咯。到了那边，我要转往哪里呢？都给 V， 都就是到了，给 V 就是那里，都给 V， vat 就是转的意思 ，vat 那一片就是哪一边，会了吗？不是，就是不用。七行之後，七就是直的行，七行之後，会了吗？我们今天请到相声名嘴宋少卿来为大家说客家话哦。请问路上有乜嘅鐵撇嘅鐵票嗎？路上你會看到派出所。都给 V vat 那一片。不是，七行之後。路上你会看到派出所，怎么说？来，我听。路上你会看到派出所，按字聲揸嚟了。